哇，今天回家吃我爸爸煮的饭，我这个老宝贝，60几岁的老宝贝，这我爸爸煮的。你看哦，有番薯，还有他自己种的菜，还有生不出蛋自己煎的蛋，还有控麻哦，你看那个控麻。哎呀，我爸爸以前不会煮，都是我妈妈煮的。我们现在能吃爸爸煮的是一种幸福。你看哦，网友很爱看老爸煮饭啊。爸爸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，你看还可以吃爸爸煮的饭，有多幸福！古早味啦。